Unpack，Let's go！早晨啊各位，我今朝日出之前就醒咗，於是出去諗住睇出結果，出就睇唔到，但早餐就食咗個係武漢嘅特色美食三鮮豆皮同埋熱乾麵啊，然後又瞓翻啦。瞓醒喺咖啡飲完咖啡就出發去黃鶴樓啦。黃鶴樓係武漢最出名嘅地標之一，原建於三國時代，歷史超過1700年。大家所熟知嘅黃鶴樓呢首詩就係講緊呢度啦。黃鶴樓有5層，喺上面可以望到長江大橋同江城全景，喺高處俯瞰成個城市，真係好正啊！樓內有詩詞、壁畫同埋古樂展示，被譽為天下江山第一樓。好多詩人都喺度獲得靈感，包括李白、王維同埋原來定時仲會有表演睇添啊！行完就出發去武漢大學附近食嘢啦。武漢大學校園好大，呢度嘅師生平時主要係靠電動車、單車同校園電瓶車代步，但係呢度嘅電瓶車校外人員係用唔到㗎，所以我哋唯有慢慢校園漫步啦。星期日嘅運動場十分之熱鬧啊！望到啲後生仔咁有活力，我都覺得自己精神咗啊！經過落英湖同梅園操場，嚟到最出名嘅櫻花城堡啦。櫻花城堡實際上係理學部老樓群，歐式外形配上中式屋檐。每年嘅櫻花盛開，城堡同花海交融，會係武大最夢幻、最多人打卡嘅地標啊！武大嘅早期建築都好有味道啊，而呢個係舊圖書館。然後出發去中華路碼頭坐渡輪，去到對面武漢關碼頭，渡輪上邊見到嘅長江夜景好好睇啊！落船之後就嚟到江漢路步行街 again，夜晚嘅江漢關博物館出面好大卡布啊，好多人啊！然後喺附近有個朱古力博物館可以免費參觀，黃鶴樓朱古力造型都好型啊！順住江漢路步行街行落去，行下去咗個動漫基地，好正啊！睇完就翻去 hostel 嗰邊食飯展添啦！晚安啦各位，聽日見。